报道。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 ，NCC 心理假电视的董监事变更案，还有第4代上架案，定伫第86频道。NCC 表示讲，这案已经有附带条件要求通过了。也毋过今仔早起，在野党的立委是质疑讲 ，NCC 趁立法院收回安排审查，嘛有去 NCC 抗议。我答应讲。中地楼梯间无法度出去，国民党立委报警处理，讲 NCC 违反消防法规，违法甲安全门锁起来，请消防人员到场处理。NCC 立委再度摆新假电视董监事变更案，也个第4代上架案。那也立委认为 NCC 是趁着立法院休会关闭摆审，搁到 NCC 抗议，结果员工不互因入去，掉伫咧楼梯间。我们在这边大声的呼吁 ，NCC 要开大门走大路，有没有土地，有没有黑箱，要跟社会大众说清楚、讲明白。陈耀祥主委明显不适任，他已经被北检就是列为渎职的被告其中之一了。这样子的一个不适任的关系人，还可以如此大言不惭的主持这样的一个会议吗？ NCC 一个5月初办审假电视案件时阵，迄当阵南洋立委就冲入去 NCC 大楼前做抗议。迄当阵因为假电视董事长陈友无到场电说，要改做2倍审查。时代力量立委也到场抗议，希望 NCC 主委陈耀祥唔通放水护航假电视。一位长期针对禁电视案要求要调查清楚的这个委员确诊请假，今天只有5位委员要来，让我们非常遗憾。因为假电视2件案件的审理期限都已经过期，不论上尾审查结果出来是毋是通过 ，NCC 拢系伫咧最近提出结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